自安尼，定着是天公的引带。我伫箱仔里发现治疗灵魂和肉体的好药。我甲箱仔拍开，找着我买找的物薰草。我保存的几本册嘛伫遐。我甲早前讲过的其中一本圣经摕出来，这到搭我枵无闲嘛无兴趣买看。我甲圣经和薰草早来放伫桌仔顶。我毋知安怎用薰草治病，嘛毋知迄敢真正有效。所以我做几若个实验，寄望总有一个有效。上头先，我摕一束薰草放伫喙面部，一下我就头晕。薰叶枵青，味真臭青。我无啥个惯势。过来，我摕一寡加浸伫润酒1-2点钟，决定伫困前加啉。上尾，我甲薰草放伫火炭盘仔烧，5片尽量使火烟，忍受烧气，嘛忍受10片。伫进行中间，我摕起圣经开始读，因为薰草的关系。我头壳晕晕，伫迄时无法度认真读，简单凊彩现册，看到的第一句话是：伫困难的时，叫我会救你，你着学落我。这个话真合我的状况，读了互我留一个印象，虽罔无像后来的遐深，因为讲到解救，即句话对我来讲无啥说，即个代志真遥远。就我对代志的理解是无可能。自安尼，我就若像以色列子民奉应阮有肉通食的时问：神会当伫旷野摆宴席无？我开喙讲：神家己会当甲我为即所在救出去无？因为着几若年以后才出现得救的希望，即个疑问一直甜伫我的心内。不知过这个话互我印象真深。我不时思考伊的意思，即时已经晚。拄则讲过，我头壳互薰草变甲晕晕，爬起爱困。我留电火伫石洞点着，方便半暝万一需要起来，我就起困。毋过倒落去眠床进前，我做一个即世人毋捌做的代志，跪落来祈祷，求神答应，伫我落难的时，着来救我。即个6册阁无完整的祈祷了，我甲浸薰草的润酒啉落，迄酒真厚阁加薰草青，有够歹啉。啉了我虽上床，我虽感觉药酒沁到头壳，毋过我困甲真落眠。精神的时，看日头，才知已经是过工的昼尾3点啊。毋对，照搭我想，真可能第2工我困一暝一日。是到第3工的昼3点才精神，因为几年以后，我发现伫即礼拜的日记减算1工。等我精神，我感觉特别快活、清爽，阁有元气。起床了后，我感觉比前工较有气力，胃口开，因为感觉枵。简单讲，过工我的病无发作，而且继续真紧复原。即日是6月29，6月30。当然，身体家真好啊，早穿出门，毋过毋敢行伤远。我拍着1-2只海鸟，敢若是马兰 goose， 早转厝，毋过无想买煮来食，所以我食一寡海龟卵，口味袂歹。下暗我阁啉浸薰叶的润酒，因为我想昨昏啉这有效。即摆我无啉顶摆遐济。我无布薰草，嘛无头片薰烟。毋过过工也就是7月初1，身体无像我想的遐好，因为我小可感冒，加在无严重。7月初2，我阁顾3种方法治病，药量和第一摆共款，药酒啉2杯，